靈溪應該冇人唔知，但係你知唔知靈溪呢個名係點嚟嘅呢？因舊時隧道口前面山坡種滿檸檬樹，加上條村前面有條小溪流過，所以叫靈溪。今日帶大家嚟靈溪睇下，你仲記唔記得火星湖，珠海80、90年代嘅拍拖聖地。同大家講個秘密啊！我同我老公第一次拍拖就喺呢度睇戲。10幾年前2張飛，邊部戲我都仲記得啊！張飛仲 keep 到而家。呢間充滿回憶嘅影院，裝住幾多珠海人嘅第一次心動。你記唔記得第一次嚟呢度睇電影係同邊個？評論區話我知啊！嚟到呢度冇理由唔食翻個魚蛋吧？呢間20幾年嘅老字號，簡直係靈溪嘅地標美食。你睇啲魚蛋幾彈？重點係個茄醬一定要加。阿姨幾十年如一日，呢種熟悉嘅味道一入口，真係1秒翻到從前。屬於珠海人嘅臭豆腐，你試過未？橋頭臭豆腐，外皮炸到酥脆金黃，裡面嫩滑多汁，加上靈魂酸豆角、香菜同埋呢個微微辣嘅湯汁，講起都流晒口水啊！食翻啖先，好正啊！呢個餸臭豆腐真係一流啊！珠海嘅老街坊，你哋有咩難忘嘅回憶？同我評論區分享下。